你好啊，我叫 Sam 虛啊。咁過去25年裏邊咧，我就做遊戲化教學工作咧，喺唔同嘅場景，咁整咗一個好重要，我工作上幫到我叫資料庫嘅。咁呢個 game database 裏邊點樣可以更加幫到人咧？我諗過，不如將啲 game 唔同嘅情況分類啦，唔同嘅場景啦，但係更加有效果，可能就善用 AI 啦，令到佢可能產生我哋叫 generate 啦，生成唔同嘅場景需要嘅，幫助更加多啲人嘅。譬如好常見，好多人都會需要嘅就係一個活動流程啦，個 schedule 嘅。呢個就住你嘅主題可以產出。另一樣嘢就係可能點樣開場，點樣結尾，個 opening 同 ending 咯。咁有冇咩 ideas 幫到手咧？呢個有嘅。第三最重要就係個 database 可能就係諗緊就係點樣喺主持同觀眾之間嘅互動，啲 interaction 嘅手法。咁你覺得呢個少少嘅 AI 網上資料庫裏邊，社工啊、教師啊、培訓人員啊、講師啊，會唔會幫到大家咧？如果係啱嘅，好，我努力整緊，等等啊！